车红灯对维持交通是真重要，若是熄电就真费气。调查发现讲，台中市的交通号志有设备断电系统的，只有58路口，比例是无到1%，嘛是达到上低。台中市的文心路甲公益路口，这车红灯有设一款控制箱，就是 UPS 未断电的系统，会当确保路口的车红灯袂因为向停电抓动点，造成塞车影响交通。对，因为没有一个号志可以预巡啊。对啊，所以车子会乱窜啊，可能而且有些时候可能是晚上路又大条，车速容易快啊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广泛一点，每个区每个乡镇都应该会更好。台中市交通局选伫大路口设一款 UPS 供电系统，让车红灯运作稳定。6都目前嘛拢开始设一款未断电的系统。新北市设置的比例是6.99%，是6都内底上悬的。新北有3946个车红灯，已经有276支拢有设这款系统。那台中全市敢若58支有设，这比例是连1%都无。目前是6都内底吊车尾。持续于依照式路口、主要干道、车流较多之路口及25米以上道路设置耗资不断电装置。市府表示，未断电的系统成本悬，所以会先用租的，会继续争取经费来推动。那民间团体是烦恼讲，扩大设置对市府的财政会造成负担。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又要在上面再加更多的不断电系统，那最后这些设施老化需要更换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第一个要检讨的事情是那个路口的结合设计，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？让它可以在耗资时效之下，它也有自然的安全性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市府毋但考虑系统的影响性，更爱为交通工程来改善驾驶的视线范围，各有用路的习惯，才会当避免伤过外靠车红灯，颠倒更较高造成交通意外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台中报道。